相信唔少嘅人都已經聽到呢個消息。英國改革黨黨魁 Nigel Farage 揚言，如果喺下屆大選入邊勝出，會取消 ILR， 即係英國居住滿5年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資格呢個制度。雖然唔少人都覺得 Nigel Farage 只係為咗博取媒體曝光，不過近呢2年 Reform UK 嘅勢頭的確不容忽視。喺2025年9月嘅其中一個民調入邊 ，Reform UK 獲得35%嘅支持率，唔單止係2024年大選時候嘅2倍，更加超越咗工黨同保守黨，成為佢哋有史以嚟嘅最高數字。Nigel Farage 到底係邊個？有幾大機會會成為下一任嘅英國首相？我同主子又可以點？今集想同大家分享呢個令唔少香港人非常頭痛嘅政壇人物 Nigel Farage。喺1993年 ，Nigel Farage 加入英國獨立黨，推動英國脫歐。佢認為英國加入歐盟之後，喪失咗唔少國家主權。其中一個佢最唔滿意嘅係其他人唔單止可以喺英國自出自入，更加可以喺度工作同生活，吸引咗唔少人由東歐搬去包括英國在內呢啲經濟體比較大嘅西歐國家。事實上，我哋識嘅本地人有唔少屋企，正正就係20幾年前由東歐或者南歐移民過嚟。有唔少嘅餐廳亦都係由當地嘅人去主理。雖然佢哋彌補咗英國本地嘅勞動人口，不過獨立黨就認為英國從來都唔缺乏勞動力，就係忽略培訓同提升本地嘅英國工人。即使有部分嘅工種好多人唔願意做，亦都可以透過提升工資吸引年輕人去填補。又甚至可以學澳洲用計分方式選擇性去決定應該俾啲咩人入嚟英國，而唔係將個大門完全打開。雖然中間有好多年，英國唔少人都對脫歐呢個議題抱有保留，不過事實就係喺2016年嘅脫歐公投，英國民眾以52%對48%嘅比例決定脫歐。脫歐之後，英國獨立黨雖然算係任務完成，不過為咗維持自己嘅影響力，佢嘗試行極右路線，反伊斯蘭，對移民採取強硬政策，提出邊境管制。Nigel Farage 自己雖然都係反移民，不過佢提倡嘅只係限制移民數量，同優先本地嘅勞動人口，並唔係一刀切抗拒外來嘅人。佢知道如果留喺獨立黨附和極右路線，係會好容易損害自己嘅政治形象。Nigel Farage 於是決定另外籌組政黨，成立脫歐黨。而當英國真係成功脫歐之後，脫歐黨就改名，成為今日大家熟悉嘅改革黨 Reform UK。喺2025年9月 ，Nigel Farage 提出，如果喺下一屆大選勝出，將會廢除永久居留制度。對於部分已經持有居留權嘅人，就會被要求喺一個更加嚴格嘅制度之下重新申請，例如將居住年期由5年延長至7年，提高英文水平要求，設立薪金門檻，同時限制配偶同子女資格。呢啲改革措施顯示 Nigel Farage 希望以更加強硬嘅手段控制移民人口，同時亦都反映佢對自己政黨未來選舉嘅策略重心。咁下一條問題就係 Nigel Farage 成為下一任英國首相嘅機會大唔大呢？雖然 Reform UK 有好高嘅支持率，不過想成為第一大黨當選成為首相，中間嘅距離其實比唔少人想象中嘅仲要多。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係英國嘅選舉制度，支持者多唔等於議席多。例如喺上一次嘅選舉 ，Reform UK 雖然有1成幾嘅選票，不過只係攞到650席入邊嘅其中5席，連1% 都冇。相比之下，工黨雖然只係獲得大約1/3嘅選票，不過就贏咗411席，佔咗大約63%。簡單啲講，議席數量唔單止係取決於支持人數，更重要嘅係支持者嘅所在分佈。例如某個政黨喺一個區域入邊以壓倒性嘅支持勝出，嗰個黨都只可以攞到1個席位，多餘票數係唔會轉化成額外議席。而相反，如果支持嘅人太過分散，喺每個選區都有1成或者2成選票，雖然成個英國加埋可能會有幾百萬，不過係可以1個議席都攞唔到。呢個都係點解 Reform UK 其中一個嘅主張就係改革現行嘅選舉制度。佢亦都不斷游說其他黨派同 Reform UK 合作，希望可以擴大自己嘅勢力範圍。問題係其他人願唔願意合作呢？ Reform UK 嘅理念同其他黨派係有唔少分別，同工黨當然就係南轅北轍。不過即使係自由民主黨同蘇格蘭民族黨，呢2個黨都係主張留歐，同 Reform UK 企喺對立面。
至於保守黨，佢哋依然因為上一次大選嘅慘況同 Reform UK 有唔少嘅牙齒印，所以想喺呢個格局入邊突圍而出，並唔係短短幾年可以完成嘅事。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雖然多咗人支持 Reform UK，不過當問到對於執政能力嘅信心，唔少人就明顯卻步。主要原因係因為一個執政黨係需要幾百個經驗豐富嘅國會議員去擔當各個政府部門嘅部長、副部長及其他嘅重要職位。而 Reform UK 係一個相對年輕嘅政黨，大部分嘅成員包括 Nigel Farage 喺政府層面冇任何執政經驗，冇足夠嘅儲備人才去組建一個完整政府，所提出嘅政策亦都缺乏具體細節同成本預算。即使喺 Reform UK 內部，唔少黨內高層包括創黨成員，過往亦都因為同 Nigel Farage 存在分歧，甚至發生衝突，選擇退出。呢個都係點解有好多人都覺得呢個民調更多就係反映對現任政府嘅不滿，多過自己真實嘅投票意願。唔知大家對以上嘅講法同唔同意？我其實可以花幾個鐘頭嘅時間去講點解 Reform UK 好大機會唔會係下一次大選入邊嘅第一大黨。不過我最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呢啲分析其實冇咩太大意義。我哋會想聽係因為我會覺得咁樣先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心安。唔同陣營嘅人亦都不停會喺網上邊揾一啲可以支持自己嘅論點又或者講法。我同主子當然都會擔心，只係呢個世界實在有太多變數。就正如大多數嘅英國人都估唔到英國真係脫歐，估唔到俄烏戰爭真係發生，更加冇人會估到 Covid 喺短短幾年奪去咗超過700萬人嘅性命。喺之前其中一集都有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生命其實比大家想象中嘅短好多好多。一個活到80歲嘅人嚟講，人生其實只係得個大約4000個星期，而偏偏喺呢4000個星期入邊，我哋花唔少時間經常擔心。除咗學業同工作，我哋都會擔心其他人點睇自己，令自己悶悶不樂。所以我更加擔心嘅係而家嘅自己有冇好好咁去過每一日，會唔會後悔將時間用喺擔心一啲控制唔到嘅嘢上邊？有冇好好俾主子喺有限嘅生命入邊活出屬於自己嘅人生？今集嘅部分分享都係嚟自呢一本叫做《4000個星期》嘅著作。我知一聽到書，唔少香港人都會覺得非常抗拒。不過一本好書係可以令一個人睇到一個截然不同嘅世界，有能力改寫一啲由細到大原本已經好根深蒂固嘅想法。呢本書令我深深明白點解人越大，時間會過得越快，亦都教識我點解好多人追求嘅美好將來永遠都唔會真正出現。呢個星期就咁過去，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